大家都知古天樂成年低調做慈善，其實佢好友曾偉權亦都係圈中出名嘅善人，一生痴心救助流浪動物。兩人因夫結緣成為摯友，三觀相合，脾氣上頭，仲一樣中意默默做善事，喺娛樂圈算得上一股清流。只可惜善良嘅曾偉權未能安享晚年，59歲嗰年因為肺癌唔幸離世。最近古天樂被傳接咗23億遺產，呢件事其實係假嘅，但摯友曾偉權一生未婚，無兒無女送終，臨走前確實交咗啲嘢俾佢。闢謠，最近網上瘋傳一個大瓜，話古天樂好友 TVB 老夫骨曾偉權留低23億遺產，全部交俾古天樂打理。消息傳到有鼻有眼，好多人都信以為真。其實呢單純粹係自媒體亂作嘅謠言，冇任何官方、港媒、當事人家屬證實過，大家唔好再當真。繼承23億遺產雖然係假，但兩人嘅感情就千真萬確，而且係娛樂圈少見，唔涉名利、唔玩虛假嘅真兄弟。呢位被傳得神乎其神嘅主角，就係 TVB 黃金配角曾偉權。2020年因為肺癌離世，一世冇結婚，冇兒冇女，身邊連直係親人都冇，最後送佢最後一程嘅唔係愛人，唔係家人，而係佢認嘅乾妹妹。古天樂作為佢最信任嘅摯友，親自出席葬禮，送佢最後一程，亦應承佢會繼續完成佢生前最牽掛嘅事，就係繼續救助流浪動物，將佢嘅善心一路做落去。呢個亦都係摯友臨終交俾佢嘅嘢，係兩人一直做緊嘅慈善事業。曾偉權同古天樂嘅交情唔係一日兩日處出嚟，係真真正正熬出嚟嘅兄弟情。兩人結緣靠嘅係當年攻遍大江南北嘅神劇《尋秦記》。曾先生比古天樂大差不多10歲，係演藝圈前輩，入行早，經驗足，性格又溫和實在，唔擺架子。對當時仲處於上升期嘅古天樂好照顧，古仔亦敬重呢位前輩，兩人閒時就傾夫、傾生活、傾做人，慢慢由同事變好朋友，再之後變成可以託付心事嘅生死兄弟。更令兩人綁埋一齊嘅係一模一樣嘅善心，兩人都低調，唔愛炒作，唔愛出風頭，卻將大把時間同金錢擺落公益度。古仔喺內地默默捐過上百所希望小學。被曝光之前幾乎冇人知，真係夠低調。曾先生就將所有溫柔留俾流浪貓狗，兩人經常一齊去做動物救助，其他人影完相就走，佢哋蹲喺地上忙到天黑，唔嫌髒唔嫌累，就係想多幫一隻小動物。亦正因為呢份相同嘅善良，令曾偉權無比信任古仔。病重嗰陣，好多事淨係同古仔講，身後心願亦淨係託付俾佢。富家少爺之所以有人信23億遺產呢件事，都係因為曾先生睇落有呢個實力。佢做演員未必賺到咁多，但佢家世好啊。佢一啲都唔係草根出身，屋企環境好到令人羨慕。阿爺係南洋糖業大亨，老豆做綢緞生意，阿媽係鋼琴老師，妥妥富家少爺。屋企一早幫佢鋪好路，出國讀書，翻來繼承家業，一世衣食無憂。風風光光，但佢偏唔係，細個就中意演夫。21歲嗰年，唔理屋企反對，偷偷考入麗的電視藝員訓練班，即係後來嘅亞視，正式踏入娛樂圈。喺亞視嗰幾年，曾偉權混得相當唔錯，樣貌周正，演技紮實，好快就做埋男主角，演過《白髮魔女傳》入面嘅卓一航，迷倒一大班觀眾，係當年亞視力捧嘅黨工小生，風光無限。後來佢做咗個令所有人意外嘅決定，放棄亞視男主角位置，跳槽去 TVB。TVB 人才仔仔，競爭激烈。過去之後，佢再冇做過主角，一世都係演配角，做綠葉。法證先鋒、使徒行者入面都有佢身影，夫份唔多，但每個角色都演得有板有眼，令人過目不忘。佢從來冇抱怨過，角色大細無所謂，有夫拍可以演夫。佢就滿足。呢份心態喺浮躁嘅娛樂圈真係好難得。事業平平淡淡，但曾偉權嘅感情路比夫仲曲折，一世都冇修成正果，成為佢最大遺憾。一生未婚，佢呢一世公開戀情得2段，
最令人意難平嘅就係同梅小惠嗰一段。梅小惠係 TVB 知名演員，家姐仲係金牌監製梅小青，兩人因夫相識，一談就係13年。13年啊，人生有幾多個13年？梅小惠由青春少女等到30幾歲，滿心滿眼都係佢，一心想嫁俾佢。曾先生亦承諾過會娶佢，可惜最終都冇兌現。因為同葉麗儀嘅緋聞，兩人分手。後來佢同葉小姐拍拖幾年都散咗。由呢日之後，佢再冇談過一段正式戀愛，一心搞事業，做公益，單身大半輩子。2019年，曾先生驗出肺癌，身體一日差過一日，身邊冇妻兒，冇兄弟姊妹照顧，全程都係因為救助動物誌嘅乾妹妹波兒陪住，幫佢跑醫院、辦手續、端水餵藥，不離不棄。佢生病嘅消息一直好低調，冇話俾太多人知，唔想麻煩人。但只有古天樂唔係其他人，佢為咗曾偉權放低自己電影工作，不時就去探佢，仲幫佢聯繫海外頂尖癌症專家，經常陪佢傾偈，整理流浪動物救助資料，幫佢處理雜務。最後低調出席葬禮，送摯友最後一程。而家送走曾偉權之後，古天樂依然好好生活，認真做嘢，亦延續咗摯友救助動物嘅心願。就喺今年2月21號，佢仲出席咗粉絲專祝團年宴，現場氣氛超級好。當日古仔帶埋阿媽一齊現身，母子一齊上台為醒獅點睛，畫面又暖又喜慶。成個活動佢一啲架子都冇，同粉絲相處就像老朋友一樣，超接地氣。到唱歌環節，古仔著住藍色牛仔恤衫，灰色連體工裝外套脫低紮喺腰間，造型隨性又有型。佢當日著對鞋跟真係有啲高，但完全唔影響氣場。而且佢仲係咁黑，自從當年開始美黑，呢條路佢就一路行到底，黑得特別專一。最令粉絲羨慕嘅係，佢仲現場抽2位幸運粉絲上台，同佢哋親密互動，拖住手一齊唱歌，畫面甜到漏。佢一直用心對待粉絲，低調做慈善，重情重義。呢款古仔真係令人越睇越中意。佢放棄巨額家產為演藝事業奉獻一生，一生一段感情終身未娶，後半生同動物為伴。可惜好人不長命，病痛折磨帶走咗佢生命。臨終前佢將自己億萬家產交俾古天樂，只因為兩人一個共通點。而家了解後先明白，100億影帝古天樂點解成日咁樸素現身，原來全部都係為咗佢。佛系人生。曾偉權呢個人可能好多人聽都未聽過，但佢同古天樂卻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。曾先生係土生土長香港人，原生家庭極之優渥，由阿爺輩開始已經從商。而佢之所以冇繼承父輩衣缽，好大程度都係受阿媽影響。佢阿媽係鋼琴老師，所以佢亦深受藝術熏陶，細個就對蚊藝表演有興趣。大個之後，佢對藝術追求更加渴望。於是唔理父母反對，執意踏上演藝之路。嗰陣屋企人都認為夫子冇前途，但佢為證明自己實力，寧願唔要屋企幫助，一邊兼職一邊備考演藝訓練班。有句話講得好，世上冇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佢最終堅持不懈，終於考入訓練班。由呢日開始，亦都如願進入娛樂圈。嗰陣佢唔怕苦，唔怕累，為自己中意嘅事業，願意由龍套做起。對佢嚟講，既然選擇呢份工，就要對得住呢個職業，所以無論角色大細，從來唔敷衍。都話越努力越幸運，入行冇幾耐，佢好快就喺業內彈出，漸漸亦都唔再只係劇入面邊緣角色，開始接演一啲主要角色劇本。